永康第一线兼航段的国道客运，因为长期无适当的停靠站，发生过机车为了闪避大客运入站的不幸事故，所以交通局规划伫永康物流甲转运专区兴建永安转运站。伫公路总局的补助将开4900万，目前工程设计已经完成，3月发包，5月开工，预计明年8月完工启用。对此，市长韦特甲这在地议员、里长拢前来关心，先听出局长的简报，期待工程会当如期如期完成。这个转运站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现在在中正南北路这个国道客运停靠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寻找在交流道附近一个路外的这个转运站，那我想可以未来可以彻底解决现在在路边临靠跟汽机车争道这个交通的这个冲击的问题。这个在我们原先规划的永康转运站，希望能够疏解中正南路、中正北路这个台一线的这个车流，尤其是大型车辆。让市民朋友骑乘机车或驾驶小型车辆安全性能够提高，这是我们的用意。但是因为这永康转运站的工程的期程至少要1年，所以说今天除了看这个他们的规划期程之外，也希望说能够在永康设立一个临时转运站。工程的过渡时期，交通局嘛伫附近停车用地新设立临时转运站，不过因为需要3个月，包括盐兴、盐洲、盐行、沼清等各里拢认为上久，表达不满。因为阮3里长的事情，本来是讲要求过年前爱处理，结果即摆讲就无过年后，互人过年大家较方便的。阮3里长也无意见，就是讲会当尽量，就是讲。对。你若无我就一个足简单的，阮3里长无嘛，阮表现一个机会，阮就针对来为因3间，一礼拜的时间无通车安尼就好啊。本来阮就无意见啊。面对地方的顾虑，市长韦特甲交通局长嘛当场参详，答应缩短设立的时间为个半月，解决大客车停靠影响交通道路安全的问题。今日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